姐姐比我有趣，比我新鲜。朕没有那样想。新鲜不过是一时的，陛下与映月可是有一生一世之约的。什么？一生一世之约？大爽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娘娘，你还有什么事记挂在心上啊？齐胜没有依仗张家的一兵一卒就当上了皇帝，他现在更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我能不能封后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娘娘，您先别担心呐，皇上才刚刚登基，有很多地方还用得着咱们张家。您呢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封后便可。齐胜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确实没底。更何况我和他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照您这么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来这套？给皇上请安，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没长脑子吗？这是皇后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婢有眼无珠。没事，这不是还没举行封后大典呢吗？心意到了就好啊。哎呦，这小可怜啊，快起来啊！来，你倒懂得怜香惜玉。哥这叫有绅士风度。你该不会真的封我为后吧？不封你还能封谁？他就在里面，他吃了很多苦，是朕有赋予他。你说的他，难道是僵尸？他没死。唉，可怜的赵王啊，你是没有看到他那样子，惨呐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见过他？没有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赵王，是朕愧对于他在先。可江北一事，他也的确是过了界。这次朕没有重罚他，也是想给他留条后路。要我说，重不重罚不重要。现在呢，你是大仇已报，解了心头之恨就行了。正是因为赵王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再照顾映月。他要一直体弱多病，朕怕他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不被赵王逼疯，也会心力憔悴而死。所以才会。所以你才想了个辙，把他接进了宫。你已经猜到了。你这不正在征求我意见，想要金屋藏娇吗？我理解。你想做什么呢？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我支持你。其实，我只是想让你容得下他，给他一条活路。容，绝对容得下。你小子那么快就封我为后，原来是给自己留着备胎呢。哼！哎呦，这儿蚊子还不少呢。要不咱们进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久了。我对这柔弱的声音一向没有抵抗力，这不是逼着我犯错吗？哎呦，妹妹病得这么严重，就别起来了。终于可以占她的便宜了。哎呀，妹妹，瞧瞧这小脸，鹅蛋脸都瘦成锥子脸了，这身材太骨感了啊！还有这大长腿，又白又直，别说是皇上，就连我都爱不释手啊！哎呀，妹妹，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哥的心里有多疼吗？
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在心疼妹妹。你还是出去等着吧。拜拜。让你不长记性，让你不长记性！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姐姐刚才的态度真是反常，演得好一出姐妹情深啊！难道世间就不存在真正的姐妹情了吗？皇上误会了，妾身是觉得这段时间姐姐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刚才姐姐对臣妾太过热情，妾身一时之间还无法适应。她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自从陛下从江北回来，就没来看过妾身。现在妾身病了，陛下才带着姐姐前来。陛下是不是觉得姐姐比我有趣，比我新鲜？真没有那样想。新鲜不过是一时的，陛下与映月可是有一生一世之约的。什么？一生一世之约？妾身想知道，陛下把臣妾接进宫，只是为了想让妾身养病。赵王那副样子，你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恐怕只会加重你的病情。朕若不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怕你会性命难保。妾身知道，陛下是在疼妾身。朕此次来，是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跟你说了。朕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是想保住你的性命，并无他意。总之，是朕对不住你。这些日子，朕对你、对鹏鹏的感情，都在发生着变化。朕发现，你既然身体不适，那便改日再说。你马上就是要做皇后的人，要随时随地端庄优雅，不要像个山野村妇一样粗鲁。你们俩在里边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躺着，我哪有地儿藏，有地儿躲？你既然累了，为何不进去？我哪敢进去啊？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。再说，我怕自己把持不住。回去吧。走啊！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麻了，麻了！对，哎，麻了！